大家好，歡迎嚟到滋味人生頻道，我係維心。你係咪都有過咁樣嘅經驗？興高采烈咁從市場買返一條活跳跳嘅魚，結果剛放到廚房佢就斷氣啦。或者煮出嚟嘅魚肉味道總係怪怪的，甚至有點異味。別怪自己以為係隨意不精，其實啊，呢裏面可藏住唔少味覺呢。今日維心就要嚟同大家繳納呢啲年我喺市場裏學到嘅買魚大學問。有啲嘢真係連我呢半輩子都在廚房裏打轉嘅人聽啦，都忍唔住冒冷汗。請大家一定要睇到最後，因為後面我會分享一個82歲嘅老奶奶，就因為一個小小嘅籍貫差點，讓全家都住進一院嘅真實故事。聽起嚟真係讓人心有餘悸，到現在我都係記得清清楚楚。講到買魚，我哋講究嘅唔係就係一個新鮮嗎？睇住魚兒在水裏活蹦亂跳，精神十足，心裏總覺得呢魚一定沒錯。可係你有沒有諗過呢啲魚位咩能夠喺長途運輸之後，或者喺擁擠嘅魚攤裏，係能保持咁好嘅活力呢？其實啊，呢裏面就藏住商家們嘅一啲小秘訣。我哋都知道，魚兒喺水中生活，一旦經過長時間嘅運送或者養殖密度太高，佢哋就好容易因為缺氧而變得無精打采。為了讓呢啲魚喺我哋消費者面前睇起嚟依然生龍活虎，有啲商家可能為在魚缸裏偷偷地加一種叫做浮水計嘅東西。呢個浮水計其實就係一種常見嘅增氧計。原理好簡單，佢溶於水後，為迅速分解，產生碳酸鈉同大量氧氣。魚兒吸收咗呢啲溶解氧，自然就瞬間活躍起嚟，睇起嚟特別有精神。聽到呢裏，你可能會想，咁係咪所有加咗浮水計嘅魚都有問題呢？其實啊，正常嘅浮水計，比方講過碳酸鈉，如果純度夠高，分解後產生嘅就係小蘇打同水，對人體係沒有害處嘅。有時候你喺市場剝到魚感覺黏黏滑滑嘅，呢個亦都可能係因為小蘇打嘅緣故。呢啲都算係正常嘅增氧手段，沒咩太礙。但係問題就出喺呢裏啦。為了節省成本，有啲不肖嘅商家可能唔會使用純度高、食品級嘅浮水計，反而會用一啲純度較低嘅工業級產品。呢啲工業級嘅浮水計裏面可能就含有大量嘅重金屬雜質。你諗下睇，呢啲活生生嘅魚喺含有重金屬嘅水裏游來游去，呢啲重金屬就非常容易被佢哋食進肚裏。更可怕嘅係，一旦重金屬進入於體內，即便你買返屋企再點樣清洗，再點樣處理呢啲重金屬，咁係真係洗唔到㗎。呢個讓我諗起鄰居張媽媽上次就同我抱怨，佢買返嚟嘅魚明明聞起嚟沒乜異味，但每次煮完總記得孩子毛食咗精神唔係太好。我當時就猜想，會不會係呢個問題呢？長期食用呢一個種被重金屬污染嘅魚蟲，金屬會喺我哋人體內生物累積，特別係喺肝臟、腎臟等器官堆積。一旦超過安全標準，咁可就唔係鬧住玩㗎啦。輕即引發慢性肝損傷、腎功能異常；重即可能導致更嚴重嘅疾病。所以啊，有時你覺得魚買返屋企點煮都唔對勁，可能真唔係你嘅問題，係大有玄機啊！除咗浮水計之外，還有另一種情況，亦都值得我哋特別注意。想行嗰啲需要長途運輸嘅魚，佢哋被裝在車廂裏一路顛簸。喺狹小嘅空間裏，魚兒們肯定會因為驚慌同掙扎而亂跳亂撞，互相刮傷魚鱗，甚至撞到頭破血流。樣樣一嚟，還沒到目的地就死咗大半，損耗非常大。為了減少呢個種損失，有啲商家喺運輸前會使用一種叫做鎮靜劑或者麻醉劑嘅東西，讓魚兒們先睡一覺。呢聽起嚟好似沒咩對吧？就好似我哋生病要打針食藥一樣。咁樣做確實可以減少魚兒嘅掙扎同受傷，還能降低佢哋嘅新陳代謝率，節省氧氣消耗，從而大大提高存活率。呢個方法本身並沒有錯，如果按照規範嚟個操作嘅話，但係關鍵就在於規範被麻醉嘅魚喺上市之前係必須要喺清水中靜養一段時間嘅，呢個就叫做停藥期，目的就係為了讓魚體內嘅藥物殘留降到安全標準以下。然而為咗咁作轉前，有啲商家根本等唔到咁耐，佢哋可能剛給魚兒打咗針，
鞋沒過停藥期就急匆匆咁將佢哋送到咗市場上，結果呢，你買返企嘅可能就係體內鞋袋有麻醉劑殘留嘅淤兒。呢個種淤啊，通常買返家後都沒咩精神，好快就死嘅。長期食用呢種袋有藥物殘留嘅淤，對人體健康嘅潛在影響係我哋唔能夠輕易忽視嘅，尤其係對於一啲患有慢性病或者身體本來就比較衰弱嘅長輩們嚟講，影響可能更大。呢個就好似我哋食藥，一生總委釘主要按照計量，唔能夠隨意食，對唔對？淤兒體內嘅藥物殘留雖然計量可能唔多，但係日積月累落嚟，誰知道胃裏肌出咩問題呢？呢個就讓我諗起嗰個82歲老奶奶嘅故事。佢就係因為買咗呢種含有殘留嘅淤，全家都出現咗腸胃不適，送一檢查後先至發現係體內累積咗過多嘅不明物質。醫生話好可能係長期攝取咗某啲不該有嘅東西，所以呢個真係一個好嚴肅嘅問題，唔係開玩笑嘅。聽完呢啲，你係咪覺得有啲不可思議？別急，商家嘅花招可能鞋更多，甚至鞋有更具危害性嘅。就攞福馬林嚟講吧，亦即係我哋好熟悉嘅甲醛，咁係用嚟浸泡屍體、製作標本嘅防腐劑啊。呢個係世界衛生組織認定嘅致癌物。你諗下睇，冧毒嘅東西點會同我哋食嘅海鮮扯上關係呢？原來啊，對於嗰啲品質唔好，甚至已經開始腐敗、變質嘅淤殼海鮮，有啲不肖商家為用福馬林嚟進行浸泡、噴灑處理。甲醛具有強大嘅蛋白質凝固作用，呢個東西可以迅速讓海鮮嘅肉質變得結實彈牙外觀，睇起嚟亦都顏色鮮亮。同時，福馬林鞋能抑制細菌同微生物嘅增重生長，讓不新鮮嘅海鮮不容易腐敗發酵，從而可以長時間高價錢地銷售出去。而且啊，福馬林浸泡後可以讓海鮮多吸收一啲水分，達到增重嘅目的。呢樣一嚟，你買返家嘅可能就唔係新鮮嘅海鮮，而係被致癌物處理過嘅毒液。一旦唔小心食用咗被福馬林處理過嘅海鮮，清則胃出現嚴重嘅腸胃刺激，例如噁心、嘔吐、腹痛等急性症狀。而長期低計量切入甲醛，佢為喺我哋體內積聚，主要攻擊 DNA 同蛋白質，增加罹患肝癌、白血病等多種癌症嘅風險。呢個真唔係危言聳聽，而係實實在在嘅健康威脅。我聽話有個海鮮攤販就係因為長期接觸福馬林結果得咗鼻咽癌，真係令人惋惜。我哋平常喺市場裏，如果聞到一啲唔自然嘅刺激性氣味，咁可要特別留心啦。好可能就係呢啲唔該有嘅化學品喺作祟。鞋有一種可怕嘅化學品叫做硝鹼，亦即係氫氧化鈉。佢係一種腐蝕性非常強嘅化學物質，你知嗎？有啲商家竟然為利用硝鹼嘅長鹼性嚟處理由於海產等高蛋白嘅海產品。硝鹼嘅長鹼性為腐蝕呢啲海鮮嘅肉質，特別係由於海產嘅蛋白質結構，把佢哋燒得鬆散開嚟，呢樣一嚟呢，海鮮嘅體積就會變大，就好似一塊被長行撐開嘅海綿，從而可以吸收並鎖住大量嘅水分。原本瘦小鉗別嘅海鮮，經過咁一浸泡，重量同體積都可以翻上1-2倍，甚至更多。外觀上亦都變得飽滿透亮，唔止可以假扮高檔，或而且含水量特別高，即便低價銷售，亦都能穩賺不賠。呢個種以次充好嘅行為真係等人氣憤，更加讓人擔心嘅係一啲工業急嘅硝鹼純度唔高，裏面可能含有汞等有毒嘅重金屬雜質。呢啲有毒物質會殘留喺海鮮裏，我哋食落去之後，長鹼性物質會直接刺激同埋腐蝕消化道黏膜，引起灼熱感、黏膜潰爛，甚至消化道穿孔。而殘留嘅汞等重金屬被人體吸收後，亦會好似前邊提到嘅咁樣喺體內積聚，長期食用非常容易導致重金屬中毒，對神經、腎臟、肝臟等器官造成不可逆轉嘅傷害。呢個真係讓我諗到，我哋常常講病從口入，原來真係咁，睇唔見嘅危險比睇得見嘅鞋要可怕。講咗那麼多，衛生病唔係要危言聳聽，亦都唔係要大家從此就唔食海鮮啦。畢竟海鮮味、稻鮮味營養豐富，我哋唔能夠因噎廢食。我只係想提醒大家喺選購嘅時候要多個心眼。
免得買到不合格嘅問題，或賠咗夫人又結冰，既花咗錢又損害咗健康。咁到底該點挑晒呢？別擔心，下面慧心就教大家一啲實用嘅小方法，都係我呢啲年走遍大小魚市，從經驗豐富嘅漁民個例學嚟嘅獨門秘訣。首先，如果你係買活魚，第一要睇佢哋游水嘅姿態，健康嘅活魚應該係持續平穩咁喺水裏自然游動，姿態優雅，身體平衡。如果睇到魚兒身體歪斜，或者只係喺水面掙扎，甚至太過猛烈，不自然咁亂撞，咁就要小心啦。有啲被動咗手搞嘅魚，佢哋嘅活力為不自然地高昂，或者反過嚟睇上嚟確好遲鈍。你可以輕輕咁喺水面拍動手指，跳過啲機警，迅速避開嘅魚反應遲鈍，甚至對外界刺激毫無反應嘅，咁好可能就係被麻醉過嘅問題魚啦。第二，要聞佢哋嘅味道，你攞起魚聞聞睇，應該係自然嘅魚腥味或者清新嘅水味。如果聞到化學藥劑味，例如漂白水味、阿摩尼亞水味，或者係泥土嘅腥臭味，甚至腐敗嘅臭味，咁可千萬別買。呢啲異常嘅氣味，往往係判斷水質同埋魚體有霉，有被化學物質處理過嘅最直接線索。真正嘅鮮味係沒有呢啲怪味嘅。再嚟，如果你係買冰鮮或者冷凍嘅魚，第一要睇魚眼，新鮮嘅魚眼睛應該係清澈明亮、飽滿且微微向外突出㗎。如果魚眼渾濁、勾陷，甚至布滿血絲，咁就代表佢不新鮮啦。第二，要摸魚身，用手指輕輕按壓魚身，肉質應該係結實有彈性嘅，手指鬆開後，勾陷速可以好快恢復原狀嘅，呢個先至係好魚。如果按落去感覺肉爛爛嘅，留低明顯嘅勾痕，無法恢復，咁呢條魚肯定係唔新鮮啦，亦可能被不肖業者處理過。第三，要掀開魚鰓睇睇，新鮮嘅魚鰓顏色應該係鮮紅或者暗紅色，而且裏面絲潤。如果魚鰓變成咗暗灰白色或者發黑，甚至有異味，嗰條魚就一定唔新鮮啦。呢個係判斷魚之新鮮度非常重要嘅一個指標。第四，睇外觀是否完整，有光澤。健康嘅魚鱗應該完整有光澤，皮膚表面光滑。如果睇到魚鱗大量脫落，表皮有破損或者有異常嘅黏液，咁好可能係被粗暴對待過或者被化學品處理過嘅。第五，亦都係最重要嘅一點，要聞味道。新鮮嘅冰鮮魚子味道有一股清淡嘅海水鹽味或者正常嘅魚腥味。如果你聞到嘅係腥臭味、阿摩尼亞水味或是任何化學藥劑味，無論呢條魚睇起身嚟幾麼漂亮，請你千萬不要買。呢個係直接關係到你同家人健康嘅，馬虎不得。希望呢啲小小嘅秘訣能夠幫助你喺市場裏挑選到既新鮮又健康嘅好貨。我哋買菜唔只係想揀便宜，更要買個安心。呢啲不肖嘅手段雖然表面上讓食材睇返上嚟更吸引人，但背後卻隱藏住對我哋健康嘅巨大威脅。滋味人生，唔止品嘗美味，更要懂得生活智慧。如果你覺得今日嘅內容對你有幫助，請唔好吝嗇你嘅讚，亦都別忘記訂閱我嘅頻道，並且打開旁邊嘅小鈴鐺，咁樣就唔會錯過我以後分享嘅更多實用資訊。如講定下有其他關於食材挑選或者生活小撇步想知道嘅，都歡迎喺下方留言告訴我會盡力為大家解惑。謝謝大家嘅收睇，我哋下一次再見，祝大家都能食得健康，活得精彩。